山那说，东大山西东道不错，那个谁，如果的谁呀，我很快，这里头第一个之前，这里个第东的年第几号，谁能东的哪里去？我怎么说？这个谁？这个谁？第三句话，谁敢做吧？你都约见了，你们谁人谁去约见去？我叫中农大家给下个对吗？基金节目弄了吧？基金我们弄了，好了嘛？在那个谁干嘛个叫俺这个这个人说，工作条件都这样，经济面积经济环境叫人说。咱这基本都老帮是他，不是都要跑去。基本你看这几条plan，到现在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年轻人，有这都这些人有钱呀，这些年轻人有钱有阶级，你这几个谁把你这个谁今天人家干的钱也不在钱，对吧？金融进来那人好嘛，不能别嘛，干嘛考地手打机考地考，叫中午的，干嘛打现在跟你打机？这个也行，你就来就行呀。打你头，装地打卡机，打你打，这个查他看上我动领导头，路比照，装地穿地鞋，能过路去做大头，考一考。这这了几包钱，几我好多几毛，他能搞个谁？能搞个谁？咋个做？这里做考你考嘛？这个，到前几年这个还真看到了嘛？真哎，只得用到了山坡头。你用等着不全部靠，一旦地方啥地震，到了看你都你的，看你年纪你碰你条大路，葡萄谁谁等着不干那着，干你头，葡萄谁谁去人着路，不管年个我急我跑我也去找路。我的去家就得了，带你喊了一个，老男人他不要三人三三五五了，我一看，看个谁？那咱把你的西的，用到把人的西带嘛，用到把你的中啊，中年中够几年，但是咱不考虑去，他到他这考虑考。到现今年人家办这个事，有好玩这个事情去了嘛？那这我最终还是要记了，你在我这上嘛看到，小姐今天吧，他把那身份把我签嘛，小姐找到身份证呀，这几天农村人心头，这把谁不抓？农机抓机小，这抓谁不靠？农地大，是家老一千，人生做干饭，若农大了做干头，他。真哎，那个高山，谁家几家来？路上几家去？高山，东他几家把钱路给生在里的，你家跑你跑你啥做？哎呦，去吧。到前几天了，几天我才听懂你啊！到现在就叫他干嘛干去干嘛干了呀？天地多人说红叶地呀，这么多老人走，早起睡，呀地起车吧，早上起身体，那人的学的，人家上的早起真如头，上下班考你单，干你活，干你看，干来干来干来，干我干你，不是说。
我嘛，家多人，我家刚先进海，你做了种了2个，现在给谁说？小钱我先到了。